在《楚乔传》的故事中，燕洵对大卫是深恶痛绝，因为他的家人全部死在了大卫皇帝的手中，所以即便是搭上整个燕北，他也要让大卫付出代价。而上回我们说到，燕洵已经正式对大卫进攻，跟袁彻和宇文越展开了对战，楚乔则是前往了大梁稳定局面。那么最终这场战乱的结局如何呢？话接上回，在楚乔通过了白纸关后，继续带着军队向着大梁突进。2天后，他们再度遭遇了敌人的阻击。接下来的3天，双方交战了20多次，虽然大多数以秀丽军胜利结束，但对于秀丽军的消耗还是不少，所以楚乔便一边打一边跑，迅速逼近了大梁皇室管辖的区域。只不过就在他们马上走出山林的时候，燕北军突然放火烧山，这场大火一连烧了整整4天时间，蔓延了整个山区，将很多山区的百姓房屋全部烧毁，百姓更是死伤无数。楚乔无奈之下，只能带着军队提前出山，但是山火的缘故让他们迷失了路径，出来的时候偏离原本的道路300多里，就算有熟悉地形的老兵在，还是跟燕北军再一次相逢。在这一战中，双方死伤都很惨重，楚乔带着3000精兵冲入了敌军大营之中，将敌军主帅斩于马下。但燕北军即便是没有了主帅，作战能力依旧非常的强横，让秀丽军吃了不少的苦头。这一战结束后，楚乔便将军队分编成为了10个小分队，每队有着4000人，互相之间的间距不足2里地，以扇形的方式向着寒水关前进，这也很有效地防止了他们被战斗拖慢脚步。不过上天似乎并不想让楚乔前往大梁，在刚刚走上南离郡的时候，楚乔便突然间病倒了。其实楚乔在5日之前就已经察觉了自己身体的不适，不仅腹痛如刀，而且浑身发热，头晕干呕，手脚无力。之前是因为战事紧急，所以楚乔用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。现在摆脱了燕北军的追捕，他的精神也越发的不济了。楚乔病倒，也让整个军队失去了主心骨。贺萧便当即决定带着楚乔去找大夫。没有楚乔的话，他们根本无法挽回大梁危机的，这一点谁也知道。在楚乔昏昏沉沉的时候，也去想了一些的事情，那就是以燕洵的智慧，应该早已经知道他冒死闯关去支援大梁了，而燕北军却依旧对他穷追不舍。也就是说，燕洵已经对楚乔下了杀心。燕洵已经越来越有霸主的威势了，杀伐决断，凌厉果敢，胆大心细，手段惊人。现在的燕洵，楚乔也在想，自己对上他，如果他不心软的话，自己能不能胜利？在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大夫也总算过来给楚乔诊脉了。不过大夫摸着楚乔的脉，沉默了一会儿后，便突然笑着对一旁的贺萧说道：“恭喜这位相公，您的夫人有喜了。”此话一出，让贺萧瞬间满脸通红，连忙对大夫解释道：“休要胡说，这是我家夫人，我只是个护卫罢了。”见到自己失言的大夫，立刻道歉，然后给贺萧解释了楚乔的情况。她并没有什么病，只是怀孕了而已。因为是第一次怀孕，早期出现这些难受的症状也是很正常的。听着大夫的话，楚乔整个人愣住了，并且大夫都说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怎么一点都没发现？而且楚乔此时体质非常的差，如果不能安心静养的话，这个孩子恐怕就保不住了。大夫的这些话让楚乔彻底的凌乱了，他之前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南征北战。在《楚乔传》第2季中，怀孕本该是让人欣喜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此时的楚乔来讲，却是一种两难的取舍了。话接上回，大夫帮楚乔开了一个补气血的安胎药后，便嘱咐他安心的休息，切不可长途跋涉了。然后安慰了楚乔几句后，就被贺萧送出了房门。此时贺萧依旧没能缓过神来，这些日子频频传来噩耗，四处的战事跌宕起伏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她竟然怀孕了，这让楚乔是如何都不敢相信的，但还是伸手摸向了自己的小腹，似乎能感觉到肚子里孩子那微弱的心跳。宇文越，我怀了你的孩子了。此时楚乔一行眼泪突然间滑落了下来，对着空空的房间喃喃自语了一番。大人还去大梁京都吗？贺萧将安胎药和饭菜给楚乔端来后，便询问楚乔接下来的决定。以楚乔现在的身体，直接回青海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过楚乔只是抬头看了看贺萧，并没有回应他。大人，您的身体已经不适合领兵了，就算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。
贺萧此时开始劝说起了楚乔。大梁目前的局势，就算他们不去的话，也不影响青海。因为晋安王妃如果真攻下了京都，必然不会继续跟燕巡合作，燕巡腹背受敌是必然的，这样同样可以解决大魏的危机。但楚乔摸着自己的肚子，沉默了好久，才轻声道：“贺萧，我已经骗了他一次了。我说过会留在他的身边保护他，但我没能做到。他已经没有父母了，我为我的孩子着想，谁来为他着想？”楚乔口中的他，便是大梁的小皇帝，也就是萧策那个坐上皇位的儿子了。大梁的局面必须要楚乔去解决，这是他亏欠萧策的。楚乔当初受到萧策和大梁的恩情，如今也是到偿还的时候了。如果他放那个孩子于险境不去理睬，将来他自己的孩子也会瞧不起他。所以无论贺萧如何劝说，楚乔也心意已决。将饭菜全部吃完后，楚乔便乖乖地把药也喝了下去，让肚子里的孩子跟着受苦。他能做的就只有努力补充营养了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楚乔此时的身形十分的瘦弱，丝毫看不出来是一个已经怀孕3个月的人了。在稍微整顿了一下后，楚乔便再度带着兵马上路了。与此同时，在白纸关的大帐中，燕巡抱着一位美人，在不断的安排军务。第二日一早，白纸关内有人便秘密出关，一路策马奔赴，到了寒水关之中。那里已经屯兵10万，并且全部都是燕北的精锐部队，一来可以协助晋安王妃，二来则是把守着对方的命脉，给燕巡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楚乔带着自己的4万军队在郊外聚集了起来，黑压压的战刀已经高高举起，准备强攻这个寒水关。因为这里是走大梁京都往西北方向的必经之路，如果不破寒水之局的话，那么就没办法解开大梁京都的被困之忧。这是一决生死的时刻，楚乔和秀丽军们也不能有任何的退缩。在今日，老天爷也很巧地下起了雷雨，这是这个季节的第一次雷雨。因为大雨到来的缘故，整个寒水关的百姓都将自己锁在家中，一时间看不到半个人烟。连续11日的大雨，让寒水的水位疯狂的上涨。燕巡是应晋安王妃所请，亲自坐镇寒水关，抵抗万里来支援大梁的秀丽军。只是没想到，秀丽军在楚乔的带领下，3天就将兵马扩张到了9万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长。这一战也让燕巡感到了有些吃力，因为对面的那个人是他啊。在楚乔传的大结局中，燕巡跟楚乔在寒水关的终极一战，究竟会走到什么样的局面呢？这两人之间羁绊如此之深，如今真的只能当做仇人吗？话接上回，在5月14日的时候，连续10几日的暴雨总算是停歇了下来，寒水河的水位也停在了非常惊人的尺度上。6日的对峙让双方的耐心也达到了一个临界点。尽管燕巡和楚乔都知道这种对峙是必须的，但坐拥几10万大军，如此近距离的按兵不动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稍有不留意就有哗变的可能性。这几日的时间，楚乔和燕巡都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双方的斥候穿梭如风，各种的作战方案是改了又改，最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定下了作战的方向跟地点。在14日的下午，武陵郡太守莫须刚带着5万担粮草翻山越岭，向着楚乔的大本营前去。莫须刚是土生土长的大梁人，先祖还跟随过第1代梁王征战。虽然家族已经没有往日风光了，但这位年过70的太守还是亲自带兵押运粮草，为楚乔率领的光复军尽上一份心力。但他们刚刚抵达铁线河附近的时候，就意外地遭遇了燕北的一队驻敌工人。铁线河是寒水河的支流，堤坝并不是很稳，所以燕巡便派出了3000步兵抢修这一处的堤坝，以免冲毁下游的大本营。却没想到莫太守谨慎小心，还是撞到了这伙人的枪口上。双方战争一触即发，不出半个时辰，附近双方的军队也相继而至，战局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境地之中。这也就成为了楚乔和燕巡两人大战的前奏。在楚乔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正在大营中指定明日的战略路线。突然得知这个消息，让楚乔也微微一愣，毕竟这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。贺齐，你马上带着2万兵马赶往铁线河，我军的第一战就靠你来打响了。楚乔此时对着贺萧弟弟贺齐下令道。至于为何楚乔敢直接派出兵马，是因为这件事太过于突然，他这边没有任何的准备，燕巡那边自然也没有任何的准备，现在就看谁能快速派出兵马支援铁线河了。
这次楚乔让贺齐带的兵马脱下重甲，只穿轻甲，每人带3把以上的战刀，以最快的速度去支援过去。现在他跟燕洵拼的不是兵力，而是支援速度，人马也给贺齐2万，这些足以应付铁线河的局面了。而刚才楚乔加紧派兵的时候，莫太守的兵马此时也陷入了僵局。等到贺齐带人赶来的时候，这场战斗已经陷入了尾声。毕竟武陵军仅仅几千人，根本抵挡不了对方几万骑兵，所以贺齐没有任何的犹豫，到达后立刻带着人马杀了过去。之前以内多日大雨，铁线河附近的土地早已经成为了泥潭，燕北的重甲骑兵根本无法作战，只能跳下战马跟贺齐等人拼战刀。重甲的重量也限制了燕北军的灵活性，所以这些人被贺齐他们杀的是人仰马翻。即便是有士兵意识到了要脱下重甲，却根本来不及，秀丽军的战刀已经直接砍在了他的脖子上。楚乔跟燕洵之间的第一战便在这铁线河取得了胜利，不过燕洵这边却也依旧是应对十分及时。那么两人之间大战究竟会以谁取胜而结束呢？